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较早人讲台湾钱阴卡目，意思是讲，伫咱台湾只要是庆祝，就一定有通啊转食，会当讲是要做牛，免惊无犁通拖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阴读阴第一条。这个阴就是满起来意思，水若是过涨悬起来，就会害大家去浸到水。所以这个阴毛浸到水的意思，咱讲阴水。啊，若是搁较严重，就是阴大水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阴大水，意思就是水灾，有人讲是做大水。第二个词读做阴残，这个意思是做残人灌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一般咱台湾的做田人，一年播雅2届，一届是6月冬，一届是温雅冬，就会灌溉阴田。上届烦恼热天做风台阴大水，心血归拢乌有去。做田人有影是看天食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阴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